巨人杀手热。第一趴，伫了不起的王阿瑟，甲伊的王后奎勒米尔统治的时，伫矿湖附近一个叫做土地的真尾的所在，有一个做事人，伊有一个孤囝号做热。这个热元气百甜，下手美丽，随时准备好要车拼，头壳活叫反应紧。无啥人，嘛无啥代志演伊会倒。迄阵，伫矿湖的圣迈克山，就是巨人的城堡。迄个巨人就号做科莫连。这个科莫连足足有一长，阁过8尺遐悬。伊的腰身大概有9尺遐粗，面仔乌恰恰，阁生着介恐怖。附近的庄仔头拢惊伊惊到要死。伊住伫迄石头山内底的一个山洞呢。伊若需要食食，就会撩过流水去大陆，看到啥伊就食。不管是好野善，便若听到伊迄双大骹咧撩水嘶沙叫的声，拢总会为因兜走出去觅起来。因为巨人若看到人，掠落一掠来行行咧做早顿嘛是介世上的代志。事实上，伊来抢精生仔拢抢规批，一边甲6只大牛犅派伫骹只拼，搁甲羊甲猪挂伫伊的腰带，都袂输规捆的蜡条安尼。但即个情形已经过了冬啊，可怜的矿乌人拢真绝望，因为无人会当甲即个巨人科莫连牵惹起来。拄啊好伫一个有开市的日子，迄时热还是一个少年家仔豚尔。伊发现讲规个庄仔头因为巨人过来抢劫，规个舞甲天地扁扁过。有人人拢在流目屎，查甫人拢在吵干交。地远的治安官咧开会看过来要安怎？毋过无人有报。这时，热就欢头喜面，阁兴气气行去治安官因面头前。伊人本底就介有礼貌，伊怎真好咧甲因问讲，若是有人会当甲巨人科莫连杀死，伊会有啥物想？因应讲，巨人山洞内底宝。热阁问讲，董总，热就是爱问甲有一支病通牙。因阁应讲，欠甲村上尾1仙钱，嘛是你的。安尼即个石头我就应啊。热讲煞，随就开始进行这项工课。迄时是寒仔人，伊去找一支牛角吹，一支尖喙骨仔，加一支土尺，伫暗迷蒙的暗头啊去甲山呢，起手工课。伫天要拍蒲光进前，就甲一个窟仔挖好啊。这个窟仔深2丈4尺半，看嘛差不多是安尼。伊用长长的幼叉机啊，甲草果把空掩咧。佮压一沿松松的土伫面顶，互看起来就亲像定豆的涂骹共款。就安尼，伫天曝光的时，伊伫窟仔的边仔离巨人的山洞上远的所在，徛甲好势好势，老神在在，甲牛角吹拄到喙唇边，出专力甲分落。Enter me，就亲像伊去拍狐狸的时咧做的共款。当然啦，安尼一定会甲巨人吵精神。巨人气甲要死，怎为山洞撞出来，一出来到地，看到迄个细只的热徛甲好势好势，老神在在伫分吹。巨人气甲强要飙去，随就冲过要互搅扰伊休困的人好看，喙话讲：你这个死囡仔宝，敢甲巨人吵起来，
我会甲你教讲你伫遐咧天特味会偌凄惨落魄，我会甲你掠来规只行行来做渣。伊话才拄讲到遮，意外就发生啊！伊落落去坑里啊，摔一个有影盖食力，规粒圣迈克山袂输拢伫地动咧。热是笑甲咧准，伊大声笑讲：“吼吼，古人先生，即马你的早顿创甲安怎啊？你是要甲我杀去烘炉烘，还是摕去涂药控？敢讲，若无可怜的细只热，你就无面通食。水哦，你已经调调走无路啊！你因为为非三做去，互我关起来，要安怎甲你灵智拢在我欢喜？我即马若有臭气的鸡卵就好啊。毋过，即支运啊袂歹啦。讲煞，倒甲伊的尖喙骨仔举甲悬悬，使硬力为巨人土木人的头壳顶残残甲骨落去，当场就甲抬死啊！刷落，热点点啊，甲骨仔用土吞起来，就入去山洞敲找，找着有够侪金银财宝。李安官因听到热的大成就了后，宣布讲，大家以后拢着爱称呼伊是巨人杀手热。因送热一口宝剑甲一条腰带，表面用金线绣两逝字，杀死巨人科莫人，上勇敢的控恶人。第二趴，当然热赢的消息，真紧就传到规个英格兰岛通人知。所摆有另外一个住伫北平，叫做不能倒步的巨人，听到风声了后，就绝讲，若是气候拄着热，这冤仇伊一定会讨。这个巨人不能倒步，就是徛伫稀微的大树林中央。迄栋红酒产的城堡的主人，嘛真拄好，就差不多伫热甲科莫人抬死的4个月后，呛死，空气越是愈咸。路年伊经过一个大树林，伊行甲人先来时，伫路边看到一缸迷人的水泉，伊就倒落来休息。无偌久就困落眠啊！现此时，巨人不能倒步来到古井边要抢水，看到热当在困，佮看伊腰带的袖子，就知影讲，这个就是名声探惊城的巨人杀手，实在有够好运。巨人欢喜甲强要着跋。半声半就甲热放伫肩胛头，软过树林啊，行转去迄栋红酒产的城堡。热去互树蛙沙沙叫的声吵精神，伊发现讲家己的性命已经去互巨人落伫手头，惊甲面青面绿。尾啊，伊去看到城堡的门口埕规涂骹拢是死人骨头的时，惊甲尿拢强要闪出来。你真紧就会和因人做伙啊！不能倒步哪讲，哪甲可怜的热锁入去城堡大门顶头的一间有够大间的房间。这间房间关拢爽，偏有娘条，敢若有一扇窗仔门尔，看出去就是路。不能倒步要去找伊住伫同一片树林内的巨人兄弟，做伙来食青草。这时，可怜的热就互关伫房间内等。一阵仔了后，热为窗仔看到因两个巨人紧逼逼，骹步砰砰叫，满心期待赶要赴因的暗顿。热闹讲，是死是活，真拼就这场，随就知啊。
因为伊已经想到一个计划。伊伫房间的一个角啊，看到2条真粗的绳仔，伊甲2条绳仔拢摕来夹一个纽扣丝仔，佮甲纽扣丝仔迄头趴伫窗仔外。就伫巨人当伫开铁门锁的时，约趁因无注意，偷偷甲纽扣丝仔套伫因的颔棍，刷落，用紧甲袂输目一年的速度，把迄2条绳仔绑去娘条顶。煞摆巨人继续行的时，纽扣丝仔就甲因的颔棍锁甲安动动，一直到因面拢反乌。约看时机已经到，就为绳仔溜落去，长剑拔出来，把2个巨人杀死。就安尼，约就甲城堡的锁匙摕咧，把所有的门拢开开。有3个美丽女士就互伊放出来，因虽人的头鬃拢红白条咧，走袂去，早就强要咬死啊！约高脚跪落地，伊就是遐有礼貌啦。佮讲：可爱的女士啊，这是即栋红酒掺的城堡的锁匙，我已经甲巨人不能倒步甲伊野蛮的兄弟消灭啦。所摆恁嘛拢已经自由。即寡锁匙应该会当互恁得到恁所需要的物件。讲煞，伊就起身继续伊要去威尔士的路途啊。第3趴，伊用上紧的速度为目标去，反说是伤赶紧，煞行毋着路。天变甲暗飕飕，四边无人嘛无人家，伊满心期待，四界找路，最后行到一个下矮的山谷的时，看到一栋介大间毋过阴冷阴冷的厝，孤孤单单徛伫遐。伊真忙要紧找一个所在通有，就赶紧去甲弄门。你会当想象啦。若是来甲开门的，是一个生2粒头的巨人，约会有偌紧张佮偌惊吓。毋过，虽讲即个巨人生得乌恰恰，人煞介有礼数。事实上，伊是一个威尔士巨人，有2个面，是双面人，人介骨溜，真享用虚情假意来对你好，通和你交朋友。毋过，这就是伊要奸鬼恶毒做歹代的手段尔。伊用真明显的威尔士腔口，热情欢迎约来。毋但准备一间困房要互困，阁真亲切甲祝福，希望伊会当歇困甲舒适舒适。毋过，约实在是忝甲过头啊！颠倒困袂好势，翻来扁去困袂落面的时，无意中去听到主人伫隔壁房间家己咧嗷嗷念。约的耳孔正内，有才调听到主人在讲啥。伊讲的话差不多是亲像安尼。虽望你今仔暗甲我住做伙，毋过你免想讲有通看到明仔载的日头偌美。我的棍仔会甲你的头壳喊甲看无脑嘴。约闹讲，好你大胆，有够敢讲。人一个就精神起来，佮讲，当时啊，这就是恁威尔士的奸鬼部，对吼？毋过，则看我安怎对付你啦。了后，伊落眠床。把一只大底叉裤放伫面床顶，用毯仔掩咧。伊家己嘛摕一条毯仔甲家己抹咧，才袂寒着。佮走去伫房间的角啊，咪甲舒适舒适，继续困甲咕咕叫，就是要互 Mr. 巨人当作已经困去啊。佮有影互约撩甲准准，
过无偌久，迄个怪物硬骹尾行入来啊！迄骹步都袂输踏伫鸡卵面顶遐尼轻，手呢阁摕一支大旗棍啊，刷落，嘣嘣嘣！只听到面床去互巨人讲甲乒乓叫，一直到巨人感觉伊个人客规身躯的骨头拢已经互拍到焦脆，才阁偷偷啊离开房间。了后，约就点点啊阁上眠床，规暝困甲真好势。过顿工早起，巨人看到约精神饱年阁规站好好为楼梯行落来时，袂输是去看到鬼咧。假无话，哪有可能？巨人去互惊甲大声喊出来，佮问讲：困有好势无？昨暗敢拢无感觉到啥？哦，约心内暗笑应讲：我感觉有一只鸟鼠仔走来，佮用伊的尾仔甲我摔两三下。巨人听一个目白齑土，就带约去食早起顿，伊烹一个上无会当抵15日的麦仔糜的碗，佮要求伊讲，遐有气魄的查甫人，应该有法度甲这碗糜食了了。咱约若伫四界旅行的时，伊拢会炸一骹皮袋仔放伫伊的风碗下底，烘好底物件。伊随着想着讲会当甲迄骹皮袋仔刷来头前，甲皮袋仔的喙正正对伫下海下骹，安尼伊伫食糜的时，就会当甲大部分的糜拢倒入去袋仔里，搁袂互巨人觉察到。因就坐落来食饭啊。巨人是拼性命食，三喙做两喙大喙吞，啊约咧。伊是点点啊，甲伊碗内糜变互无去。约用单巧的手段甲糜食了以后，讲：换我来展一部比你高双倍的功夫互你看。讲煞，伊就摕一支尖刀，甲伊的皮袋仔撩互破，因内底的糜就拢落落去涂骹。无话。哪有可能？巨人毋认输，佮大声喊讲：“这我嘛会晓啦！”讲煞，伊就甲尖刀举起来，甲家己的腹肚撩开，刷落，伊就跋倒死去。就安尼，约就免佮含即个威尔士巨人斗阵啊！